我實在書多過假啦，咁所以冇辦法。我每一棟係乜嘢我都有分類嘅，即係我得閒就執，即係譬如笑話書、人物書、歷史書咁樣。我諗係小學3、4年班開始㗎啦，因為我唔中意去圖書館借書嘅。雖然中學生去圖書館借書係應該咁樣㗎嘛，但我中意擁有。你會見到我呢，其實就係儲東周刊同一周刊，係由001期到46期，我全部係順序嘅。香港藝人嘅黑歷史喺晒我呢度。頭嗰5期都係報紙嚟嘅。以前呢種賭呢係唔流行嘅，因為係自從一周刊先至令到香港啲雜誌係用呢個賭。因為喺電台做廣播劇咧，我每個月都有幾十蚊嘅，翻去俾阿媽，阿媽就俾啲零用錢我。咁我記得我最早買咧就嗰啲咩世界名著故事7毫子一本，培養咗一個讀書嘅習慣啦。我記得我投稿嘅第一篇影評咧，應該係講天才與白痴。咁然之後有一日佢哋打電話俾我哋，文進先生想約下你，我哋想俾個專欄你。嗰時我應該係 Form 4定咩㗎，上去報館啦，登打士街個唐樓嚟嘅。佢哋一見到原來係一個孭住書包上嚟嘅學生，都好欣賞你。我想俾個專欄你。咁我記得同我同期有李碧華啦，有毛孟靜啦。咁我就記得星期6咧下晝我就走去灣仔嘅星街嗰邊個斜路嗰度咧執字粒嘅字房。咁我就喺處幫佢哋執，又睇佢哋點排版。咁都唔夠幾個月就話文進，不如我成版電影版你哋排啦。嗰個係一個香港起步嘅文化，戰後香港個個落到香港結婚生仔 ，baby boom 出世嗰代迎接埋 TVB 冒起菲林，然之後有新浪潮。咁我之前咧同阿蛋。鄭丹上係師兄嚟㗎，做咩歐瑞強嗰啲，我哋逢星期6下晝咧就孭住書包爬水渠，就去麗的咧就同佢哋就度 get。如果佢個導演接受咗你呢個短笑話咧，就應該有150蚊。後尾佢哋成立咗創作組，阿梁立仁嚇，文進你冇讀書啦，我2400蚊一個月你嚟入去編劇組，一個月要寫4個半小時嘅劇本。哇！嗰啲蠢人，佢哋冇靈感先，又要食煙，又要飲酒，又要飲咖啡。我唔使啊，我個原稿紙攤開我就寫㗎啦。你梗係閱讀觀察，幾時用到唔知㗎嘛？你咩都睇，乜鬼嘢都去八卦。呢啲嘢可唔可以變成文字？咁就賺稿費啦嘛。我養妻活兒，由細到大都靠支筆，都係因為電影，因為寫稿。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特刊係因為我做主席嗰陣時我出嘅，因為我做主席之後咧，我就話佢哋一定要咧有啲文獻嘅保留啊！你連嗰一屆有咩人頒獎資料都唔儲，咁你點樣傳承落去？編劇會係我揼出嚟嘅，電影評論學會係我東一個西一個，因為阿黃炳耀過身，我同阿張婉婷啊、林超榮嗰啲，我哋係咪兔死狐悲要做一個互相扶持嘅會？張小嫻寫咗一輪之後，佢寫個愛情特別好。明報嘅老總打電話俾阿小嫻，喺明報開始佢嘅專欄作家生涯。我寫咗半年之後，佢哋就問阿小嫻你識唔識寫小説？所以就有3個 A 級的女人。從此佢就成為譯書之後最受歡迎嘅女作家。我有一格全部都係金學研究金庸武俠小説。其實研究金庸武俠小説係由倪匡寫我看金庸小説開始噶嘛，出咗6、7本噶嘛。接觸到金庸之後咧，就着迷啦。《天龍八部》咧，記得有一個劇情就係喬峯咧，易容錯手打死咗阿朱。嗰時哇幾唔捨得，譬如可能第46回咁樣，我特登喺前邊揭翻去第40回開始再睇，希望睇到第46回嘅時候個情節唔係咁樣嘅。我其實比較少小説嘅，睇小説咧，尤其是嗰啲情節豐富咧，有時我寫劇本入咗腦，唔知道原來而家好容易俾人告話你溝我橋噶嘛，我唔睇最好啦。我多數係睇歷史書、人物書，因為嗰啲歷史唔會係你作出嚟噶嘛，係嘛？然之後我嗰啲收藏入邊係有2本金庸字典啊，好似康熙字典咁厚噶。你查任何金庸小説入邊嘅人名、武器、毒藥，一個索引揾到啊！有呢個武俠嘅基因咧，都係培養到我後尾成為職業編劇係好有用嘅。即係雖然我就文化底蘊就好差，但我中意儲嘢。最難係分類啊！我有70年代出嘅唱片騎師特刊，同埋街趣雜誌，就係街市出嘅係
係電台 DJ 嘅雜誌，我一堆喺度噶。咁我咪為咗我嘅需要，我去揾啲書，但係我個倉呢，我基本上唔需要去市政局圖書館。我嘅收藏一定豐富過佢哋，同埋嗰啲收藏係方便我嘅工作。咁幾時用到唔知，但係坐喺度先啦。而家最衰呢，將會面臨呢就，我哋唔出紙本啊，我哋喺網上邊。譬如我呢4年嚟，我做呢個頻道，我由第一日已經講我係一個集體回憶嘅，係我哋嘅影視流行文化。我希望有一日有人嚟同我全部香港政府話一個流行文化博物館咧，邊度揾嘅？文進有啊，咁樣嚟同我講下數咯。我唔係唯一有資格，而係比較適合去做，因為我有咁多收藏，我記性又好。70年代新浪潮起飛嘅時候，我已經喺個行頭。邵氏嘅末期我參與過，每一間電影公司包括江湖公司我都全部打過工咁滯，所以我泛我都識人，所以我覺得我有個責任係將呢啲嘢呢用口述歷史，由讀淺白嘅世界名著到真係石頭咁厚嘅書嚟睇啊嘛。因為而家你叫啲人睇頻道好過叫啲人睇書啊，因為佢而家全部係爽快速食，冇咗嗰個咀嚼文字嗰個韻味啊！呢個係最可惜嘅，真係要去慢慢嗒落嗰啲文字，先有得傳承落去啊！